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行政院公布纾困4.0精进的方案，分为4大方向，包括资加认定来放宽、新增加补助的对象，以及电费减免等等。包括对自营业者及劳工纾困贷款所得认定基准的放宽，新增补助有投保的打工族，增加新创演艺团体纾困贷款。 而劳工纾困贷款110多万的案件的范围内，如果都符合条件通过的，都给予核贷。另外，也为了减轻国人负担，6月的民生电价缓调，受疫情影响的商业服务及农业的电费，也会按照相关的办法予以减收。行政院讲，纾困的力头要来加大加重。 另外，伫个安心就工甲贷款的金额这方面，因为有立法院的支持，拢会来加码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，为了要防堵新一波群聚的感染，指挥中心甲全台湾各县市合作，要伫传统市场甲果菜市场做严格管制措施甲体检。延长3级的警戒到7月12日，嘛要拜托大家多多来配合。